来看为着要反制大罢免，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今仔是甲南洋立委直立反伊宣示讲，伊要推杀反戒严、甲反废死的公投。佮批评总统赖清德宣布讲，中国是境外敌对势力，造成两岸进入纯战争的关系。也毋过，民进党团的总调瓜建明是批评推动公投是在欺骗民众。民众党团嘛表示讲，伊是支持反废死的公投。戒严，反戒严，还权于民，还权于民。大声话口号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带南洋立委伫立法院议场头前举行记者会，宣示推动反戒严甲反废死公投，要反制大罢免条，话声要锁住国大的民主，反对实际废死，互政治无法度成长。佮批评总统赖清德家己宣布对华是敌对势力，互两岸进入兵凶战危的关系。可以因为一人的决定就可以进行宣布，对岸为敌对势力，让两岸进入了一个兵凶战危、准战争的关系。总统宣布了这个赖17条之后，这包括要恢复这个军事审判，还有两岸关系现在看起来是一刀切，两边看起来是非常这个紧绷。总统跟执政团队应该有责任跟我们台湾的民众多沟通的同时，也要把它说明清楚。甚至支持南洋推动反戒严公投，民众党团无将话讲死，毋过表态会支持反废死公投。毋过民进党团谴责朱立伦用党主席身份到议场门口开记者会，佮强调南洋推动公投，敢若会加速南非被罢免的态势。国民党一骗再骗，绝对灭顶，骗反废死，骗反戒严，请到你们中央党部去做自己的告别式，一场。是一个很中立严肃的民主的堡垒。大罢免目前总共有36家越南定下立委进入第2阶段联署，那也有能推动2项公投，希望重设战场。面对定下15已经启动下乡宣讲，那也会月20开始要进行全台8场政策说明会，向民众说明总务3甲在违法的修法关键，希望用在大罢免条之下还手为攻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